多年嚟都大幅估錯數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，似乎今年都唔例外。財爺喺今年發表嘅財政預算案，預測咗2016至17年度全年地價收入有670億，但截至本月中，即係財政年度第3季仲未結束，庫房實收嘅地價收入就有656億，即係仲差14億就達到預測嘅目標。而本月中至下月初，仲有3幅估價合計達到100億至150億元嘅政府地皮截標，因此全年地價收入肯定大幅超標，分分鐘打破咗2011至12年度地價收入846億元嘅紀錄。有分析指，預計本年度嘅利得稅、薪俸稅同印花稅嘅收入都會高過財爺喺年初時嘅保守估算。喺4超標嘅情況之下，出年庫房肯定會嚴重水浸。工聯會前立法會議員黃國興批評曾俊華多年嚟嘅財政預測太過保守，長期會令到市民對政府失去信心。建議政府除咗適度派糖，長遠嚟講亦都應該增加社福、醫療同教育開支。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指出，政府每年收支達到數千億元，出現百幾億嘅誤差係正常。但如果經常性出現數百億以至上千億嘅誤差係唔可以接受，反映財金官員過於保守，甚至背後有政治考量，故意降低市民嘅期望嚟製造驚喜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